喺呢一集裏面，我將會開始帶大家走進高級珠寶訂製嘅世界裏面。呢個呢係一條鑲嵌咗28卡 cushion 型嘅 tennis bracelet。如果你有機會戴上手呢，一定會嘆為觀止。你睇佢嗰個閃爍度，每一粒呢都係1卡以上嘅 cushion brilliant 切割。我轉兩下手俾大家睇下，哇，簡直閃到你可能隔住個手機或者電視機都可以感受得到㗎。如果你想買 tennis bracelet 嘅手鏈朋友，今日呢條片就啱晒你啦！裡面有好多嘅細節，我想同大家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 Diamond Asia 嘅 Tracy 珠寶圓圓，帶你走進珠寶嘅世界，講下呢條手鏈。佢全條咧總共有28粒 cushion 嘅鑽石，而每一粒咧都係1到1.2卡，長度咧係16.5 cm， 即係6.5寸。size 咧啱晒大部分嘅亞洲女仔。而我自己咧，其實咧我中意緊啲，所以咧我都係戴6.5寸嘅手鏈。呢度每一粒咧都係 EF 色。可能有朋友問，喂，究竟 EF 色到底有幾白㗎？簡單嚟講咧，佢就係接近無色，佢比起 GH 咧就更加通透，喺陽光底下一睇咧就白到發光嘅。因為呢個淨度咧係 VS1 至到2，就算你用10倍嘅放大鏡都要好細心先至揾到佢裡面極細嘅內含物。上手咧完全唔會影響佢嘅閃爍度。仲有一個重點喎，呢個咧每一粒嘅 cushion cut 咧佢有2個 excellent 同埋冇熒光嘅，因為唔同普通嘅 cushion cut 咁樣 brilliant 咧佢嘅切割面咧係有58塊。所以咧，佢嘅閃爍度咧就會更加犀利。如果你戴住喺手腕喐下喐下，哇，簡直羨煞旁人啊！呢條咧，全條咧都係師傅咧全人手咁樣去鑲嵌。你哋睇下，佢每一條嘅金屬線位咧都經過內外拋光，咁樣咧先至算係真正嘅匠心工藝。而每一粒鑽石咧，我哋都係用咗4個爪去鑲實佢，好圓滑嘅打磨得。仲有一樣咧，就係呢條鏈佢嘅設計唔係普通咁嘅死板排法嘅，而每一個連接位咧都係好靈活，佢個轉彎位咧好暢順，完全咧係貼晒你嘅手腕，唔會鬆飄飄咁樣噶。呢條手鏈咧唔係你隨便行入去任何一間嘅珠寶鋪頭就可以好容易揾到嘅現成 tennis bracelet。我哋其實咧最少都花咗幾個禮拜嘅時間嚟到幫客人揀嗰啲鑽石，再設計咧一粒打直，一粒打橫，4粒一組咁樣去鑲嵌。可能有朋友會問，哇，咁頂級嘅卡數，價錢會唔會好貴㗎？其實比起同級1卡以上嘅圓形，因為cushion型切割嘅鑽石，所以咧相同嘅卡數、相同嘅顏色、相同嘅淨度之下咧，佢價錢咧會比起圓形咧平15到20%，但係閃爍度咧係一啲都唔會輸蝕嘅。如果大家想揀一條去宴會又撐得起大粒嘅鑽石手鏈，呢條真係值得入手㗎。雖然真係有少少誇張，但係佢夠晒搶眼啊嘛！無論係自己戴定係攞嚟送禮，都好有睇頭。就算你戴10年、20年，仲唔會過時添。呢個款總結一下，呢條28卡嘅 cushion brilliant tennis bracelet， 每一粒咧都有58個切割面，超級閃嘅。仲有咧係中環師傅全人手鑲嵌，所以無論係品質定係款式都係頂級嘅水準。嗱，睇到嚟呢度，希望你同我一樣都咁中意呢條鑲滿晒鑽石嘅手鏈。如果你都係喺度揾緊人幫你做一條非常之高品質嘅鑽石手鏈，都歡迎你隨時嚟到中環珠寶店揾我。我嘅鋪頭地址喺中環威靈頓街14號地鋪，或者你有其他嘅問題，你都可以 WhatsApp 985888500揾我㗎。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一條片，或者想了解更多鑽石嘅知識，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仲有記得喺評論區留言俾我。好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